几工啊？我讲，迄个已经传查某囝去迄个遮阳遐拜拜，头嘛拢会遐拜啊，拜拢来你全部的准考证撒去啊。我甲你讲，来准考证爱撒去，撒去搁菜人遐，嘿啊，无你若拜拜啊，保庇着共名共姓要安怎？无加拜的，嘿。我以早迄个，阮高中的同学问我一个问题吼，伊讲你若神明啊，你是神明啊，你会当去云游四海，你是要云游四海啊，是要坐到庙里哦，迄分安尼，伫遐分甲这碰吼。因为功德嘛。啊。功德加一。功德加一。你当然要去云游四海啊，所以你伫遐有人听无？你伫遐讲半句，伊要坐了要听你细了，吼，拜拜吼，其实是拜自己心安，但是还是要拜。相信就会成真。100块香油钱，然后要妈祖给200万。你讲有这我会想到一件代志。我迄早有朋友吼，叫我去教会这里，百定有基督徒无？有吼。我基督徒我那时候问我朋友一个问题哦，我讲基督教不准人家拜偶像对吗？他说不能拜偶像，对不对？我说。为什么别人的神是偶像？啊，你拜耶稣基督，伊就无算偶像？啊，你无公平啊！对无？啊，像那别个宗教的神，你个讲人是偶像，啊，袂当拜。啊，恁拜十字架、拜耶稣基督，你个无算偶像。啊，不要来讲哦，我那时候，我那朋友，如果人家问你，你怎么回答？就说他是我爸，他是真的哎。我那朋友给我的答复哦，我不是故意去踢馆的啦，我不是想要不相信，然后故意找茬的，我是真的疑问啊，嘿，我是真的有这个疑问啊，不过我觉得伊的解释我会当接受哦，伊的解释我会当接受，伊甲我讲吼。你若拜一个神也好啊，对象也好，你的心内是要甲你讨物件的，安尼就叫拜偶像。你是跟他要求东西的，不管那东西是大乐透的名牌，甚至连什么国泰民安这样都好，都是要东西，还可以拜偶像。阿姨公，我们敬拜耶稣基督，我们不是要跟他要东西，我们是希望自己能成为跟他一样的人。所以公，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拜耶稣基督，你也存着跟他要东西的想法，那你也是拜偶像。安尼样够没？这个是东西方的宗教观念无共，我们东方文化在拜神吼，这个神吼拜无准吼，我会当把神像撒一蛋雕，跟换一个神来拜，因为咱讲讨物件，我们跟神东方的教主跟神之间哪像爱契约关系耶？我今仔来拜，你要应验我的愿望哦，你无安尼我就甲你迄个蛋雕，跟西方不一样哦，所以对西方的人，伊拢感觉恁东方拢的人拢无啥物信用。好来，咱再来，台湾的4之3，台湾的天然灾害，127件，咱今仔个
43、44讲了啊哈。来，咱的天灾，咱地名讲的都是天灾啊，嘿，咱做一个天当啊，啊。按摩下天灾集中在水的影响，啊，伫水的影响，所以伊第一个就讲到水灾洪水，这进拄啊中国遐、广东遐淹大水，哈，淹到两三站楼悬呢。官方讲这是100年难得一见的大水，里面居民讲奇怪，你去年也这样讲啊，你去年好像讲这是1000年难得一见的大洪水，为100年的1000年，逐当讲安尼，连续3季当逐当讲安尼，都淹水，广东遐个珠江嘛，珠江流域嘛，都淹水嘛，咱嘛捌淹过水啦。咱上严重的就是进行88风灾时阵，我印象最深的，我来国中上班，看咱规个地下室拢伫水里，咱地下室出口拢变水池哦。叫迄大型抽水车抽了1-2天才抽干，因为我迄阵我乌多摆伫地下室，无徛到。我遮个人拢变水啦，丢了变土啦，规个拢土。我做好多摆的，介有3个老师的车下地下室，规个拢灭顶，变做泡水车。而且安怎会这大水，就风开梅雨的时阵，迄个山洪爆发宣泄不及啦。所以防洪是咱的重要的课，迄个项目，咱来看迄个，咱来用什么方法来让防洪？你若大水来了吼，搁拄着什么大潮啦，海水倒灌啦，佫会愈严重。所以第一个蓄洪就是乌水库，你落雨水伤多，我先甲你河流的水缀起来，安尼你讲，咱一直乌水库，一直乌水库就好啦。乌水库敢有问题？进行美浓水库要起，结果冻起来。起水库有啥物问题？建水库有什么问题？水质保持是都好吗？什么东西会不好？会影响什么？生态嘛，对不？你甲乌嘛，迄地方的生态受影响，所以美容遐无去，美容遐有啥物黄蝶翠谷，啥物迄规个生态哦。所以你起这物件，你爱做环境影响评估啊。你爱做环境影响评估，毋是讲好我就安尼乌落。所以到底要起啊唔起，这当初都是一番争论哦。所以恁爱训练讲恁的头壳，佮看代志的时阵，唔通非黑即白。所以我最爱听辩论会就是安尼。你辩论会，你有人遐正方咧讲的时阵，你会互牵过。你讲你讲的较对，结果反方咧讲的时阵讲，敢若伊较对哦。听到尾你讲迄正方乌白好难的。毋正方咧执行的时候，你就讲，好像对。你的思绪就是一来一回中，第一，你对这个议题做了解。上了的，你会明白讲，咱所有的物件，拢有正反两面的，都有各种角度的。今天不是说你赞成什么？你赞成建水库，你就是安怎万恶的；你反对，你就是安怎。咱咧讨论议题时，很容易流于这种形式，对不？即摆问题嘛是安尼啊，你赞同以色列，你认同以色列，你就是万恶，你就是邪恶。另外一边说你认同
那个巴勒斯坦的，你就是12000，你就是最阿人饼的人杠起来呀，哎呀，进美国会搞学运啊，哎呀，占领学啊，美式文革哦，哎，美国在文革了哦，哎，红卫兵起来哦，哎，来分红，上名就是这个台北迄个分红岛，以前台北若落雨，汐止遐一直淹水，后来分红岛起好了后，整个无遐严重啊，不会梅雨必淹了，因为伊遐地势较低，所以要甲分红分流去。第三，常常用到就是主体堤防，我著把堤防建起来，甲水冻伫河内底。要推堤防什么是个学问哦？咱一般以前的堤防都用啥物来做？用阿门头嘛。用水泥做的有什么问题？水泥不会透水，水袂落去，所以你用阿门头，你的水会当足紧可以把它导入海。啊，不就因为安尼足紧导入海，伊无机会伫你涂骹变做地下水，所以变做有落雨，就做侪水；无落雨就干旱。所以咱即摆的堤防拢改做迄个生态工法，就是讲我用透水铺面，我莫规个用阿门头啊铺起来。水泥其实伫都市来，这是应该说在整个土地上，水泥是很不环保的东西啦。问题是你看咱的海边啊，拢肉粽对不对？迄种肉粽叫中部粽嘛，恁有南北粽之分无？恁爱食南部粽啊，北部粽？你们知道南部粽跟北部粽哪边不一样？唔知？做法比较湿，一个比较湿，一个比较干。这是用好，吹落去吹啦，一个是烧个落去吹啦，所以南部的迄个南部的粽食起来较粘稠，北部粽南部的人讲笑伊讲，你那是立体米糕，就把米糕弄成像立体的形状，这差别。中部粽的一种海边那个小锅块，所以迄拢无好，迄拢无好，阿门头拢无好。好，来，甲我讲着，无水就干旱，这是我谈的迄个的青蛙嘛。日月潭若无水的时阵，迄9只青蛙就会露出来了，所以看露出几只个，大概咱水有够了。好，你要嘛日月潭是人造的哦，日本人做的，你知道吗？为了水力发电，抽蓄式水力发电去做出来的。好所以你若落雨，风台甲梅雨季的落雨无够，安尼就拄着干旱。咱南部遮特别伫咧寒天，因为无东北季风，所以咱南部遮特别容易欠水，所以咱爱节约用水嘛，爱节约用水。落大雨敢会欠水？落大雨是人欠水哦。因为安怎？采水区的原水浊度太高，自来水厂无法采水，所以发生讲，外口淹水，淹厝里结果规个土要清，结果水落流拍开无水，因为自来水停水。外口淹水，内底无水，所以不是说淹水就不会有水嘛。好，来第三，山崩，这个叫水崩山啦山崩土石流，小乃山崩，小乃山崩，一粒山徛伫遐几啊百万年啊，要崩来早就崩啊，是安怎到今仔要崩来？伊是咱人去甲创的啊，
对不？咱哪安怎来创？我们怎么去搞山开发嘛？从它种物件嘛，种啥？树啊撤掉种啥？种槟榔，又种啥？种菜，种茶，对不？种水果，拢种迄个田耕作物嘛。啊，所以水土保持就无好嘛。啊，你要种物件之外，搁会安怎？去度假山庄，去游乐园，去高尔夫球场。高尔夫球场迄18洞爱规个拢种草啊，拢变草皮啊，对无？你有去拍过高尔夫球无？练习场。我来讲过，我迄早带伊仔读书的时候，我带伊体育课，我给他们上高尔夫球。我曾经我自己班体育课我上高尔夫球。我上高尔夫，我家里有那个，第一个是推杆的嘛，你看过嘛？就是推上去，然后滚到那个洞再滚出来。还有挥杆的哦，那个绳子绑着球这样挥出去。上一上阮尾课，阮迄阵尾课下晡去放假，我带伊高尔夫球场，细汉交100块买球，嘛有加顶去，阮伫遐拍一波。我找上边仔的啊，结果有哪插甲差点让我看去。我会甲因讲，同学，谁打最远？有奖。吼！听到有奖吼，给西爬高尔夫球都好算的。高尔夫球你越用力想打远，它越飞得越近，越飞不远。你要越轻，高尔夫跟棒球无同。棒球只要用力挥才打远，高尔夫越用力越飞不远。这学问哪有高尔夫？迄水土保持做无好的，所以讲会3分。来讲有3分，爱讲一个顺向坡、逆向坡。咱的地层沉积岩安尼，因为受到推挤、受到一些断层的影响、地壳变动的影响，也被倾斜。咱的山势是侵蚀作用造成，是外部的力量，所以伊可能伊的地层是安尼，但伊的山势是安尼，所以这两边的山坡五分对一边顺向坡，山脉走势甲地层走势相共呢，这叫顺向坡。山脉走势甲地层无共呢，这叫逆向坡。对一边较容易山崩，因为岩层和岩层间容易滑动，所以顺向坡，尤其是你的坡脚各拢凹去，这规站就会滚落来啊，就山崩啊，真紧，足久以前。迄阵个毋是叫新北市，迄阵叫台北县、台北县。伊个山顶有一排建筑，3排啊，叫林肯大郡，拄起伫山坡。山坡的厝好无？儿歌不要爱唱。我家门前有小河，后面有山坡。这个小河里面水灾多，山坡土石流。就要变安尼啊！你去山坡不要紧啊！你去山坡，结果你去伫个顺向坡，结果落一个雨，抛真接倒落来哦，倒落来缀着第二栋歪去哦，安尼，你无讲，买第3栋的人赚着，你若第3栋你感觉搁住伫遐，全部走了去啊！结果新厝哦，搁纳贷款的哦，厝无当大概按月缴贷款哦，有衰无？问题出伫对，山坡敢会当提出？
你讲我感觉这是顺向坡，知啊，咱的科技地质探测拢探测出来啊，山坡跟顺向坡，这山坡保留地敢会当起厝，照讲袂当。问题是，你若袂当起厝的山坡地，你的价销是一价一价的卖啦。你若建地，你的价销是一坪一坪算的啦。我今仔若财团，伊种个山坡地对无？我用足低价销规片买落来，我若有摘雕，甲伊改做建地，迄利率偌济个算着的呢？啥物人有权讲这是山坡地，这是建地，还其进户？我踢瓜南山市，互公务员，甚至到县长，叫伊改了，结果上税，买厝的税啊，你这政府核准的建地啊，合法建筑啊，我更毋是家己乌白起的，你家己乌白起，你家己厝内家己税。这申请建造合法建地起了的厝，我一世人的积蓄下伫宾馆，我搁借钱，我搁来还贷款，即摆无当还，对无？即个物件叫官商勾结，好，官商勾结，这足好以前的代志啊！这后来要追究，有诶公务员拢退休啊呢，找无人啊呢，到底是嘛退休嘛爱找出来。因为你挑伊啊，系啊，所以这个物件是安怎？咱讲的迄个励志清明，这偌重要的，啊无你人民就变给衰啊，吼。所以是安怎的山崩过度开发，加上水的影响，所以它形成这种。水防线是土石流，所以咱花莲这岛有那三星，所以咱这件好加在咱台铁整土石流预警系统，所以咱一站迄个火车列车修了预警系统紧急停驶，无伊若过山崩来，规个列车的乘客。可以用活埋啊，所以这山崩土石流爱预警，所以这水土保持很重要的水土保持很重要，卖过度开发，有一寡迄个荒野保卫团体，因收大众的募款了后，做啥物代志？因就规粒山买落来。伊甲规粒山买来要创啥？什么也不做，就摆着。为什么？今仔日你无买落来，你有财产买落来，伊就甲宾馆开发高尔夫球场建，因为要趁钱嘛，财产要趁钱嘛。我买落来，你个无当买啊，我会啊。问题是小虾米跟大金鱼，谁赢？当然财团赢啊，无法度啊，我买一粒算一粒啊，嘿啊，我甲你拼速度啊，我要收小额捐款呢，我理念相同的人去收小额捐款，我去买这个山呢，我买了你财团就不能买啊，我买了什么也不做就摆在那边，让它我就是要让它荒废，因为没有被你买去你就开发了，开发我们的山就完了。但这有重要无？咱对一般百姓来讲，翻山越岭，我无带你山顶啊，插我啥物代志？你若感觉无重要，你选出来的民意代表，佮袂注重这个代志，他就不会立国土保育法案，就不会重视这个事情。咱台若感觉做重要，对，逼立法院去立法。
去做国土保育，把违法开发的绳之以法。哦，所以你若甲注重讲啊，我厝起起来就好，我地价高，我趁钱就好啊。安尼咱规个国土会百孔千创，所以咱想要要上这个课，就是要互恁知影，即使远在天边的中央山脉，这都是很重要的事。这对我们整个台湾都是很重要的事。好，所以自治是台湾很重要，整个世界也很重要，所以自治是改变世界的力量。第一个，伊加讲两个议题，第一个是臭氧层，第二个是温室效应。这咱之前拢讲过啊。臭氧层是咱之前看过影片啊，臭氧层怎样形成的？咱的臭氧层是隔绝紫外线嘛。咱大概距离现在6万年前形成臭氧层，所以6亿年前呐、所以5亿4千万年前，咱才有所谓的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因为你若无臭氧层去隔绝紫外线，咱几乎靠海，所以都要在深海。一到浅海就被紫外线照到，细胞就挂了。所以臭氧层形成了后，咱的生物号材料到浅海，甚至爬上岸，两栖类演化成爬虫类。不过咱臭氧层遭受破坏，啥物物件破坏？啊，之前学过啊，破坏臭氧层的物质叫啥？氟氯碳化物，有氟、有氯、有碳的化合物。想到有几个物件，第一，两枚内底冰箱加冷气的两枚。第二，喷雾罐的气体，想到爱整理喷雾罐从哪？咱的喷雾罐像迄杀虫剂种的，咱有种喷雾罐是起一个喷一个，起一个喷一个。迄是你的压力，手指压力把它抽上来。有一种像杀虫剂的，你是去掉的，伊会喷啊规罐喷了。吼，两种无共。你要互规罐喷了，你内底一定爱装一个压力足大的气体，互伊里面的压力比外面大。这种气体把药剂带出来，这种气体。伊爱做稳定，伊袂当甲里内底药啊、三型化学反应，伊爱家己袂变化，所以迄阵咱找着氟氯碳化物是感觉讲，这种物件做好诶，伊做稳定，袂甲内底有做三型化学反应，所以咱就用伊。像咱喷出了后，伊也无毒啊，结果飞去到平流层时阵，哇，煞海洋，伊个。把臭氧转换成氧气，臭氧层就化开。所以，阵加拿大加拿大各国在签蒙特罗议定书，把氟氯碳化物列为禁用品。所以，咱现在讲的环保冷媒就是取代品，就禁用这些东西了。商业交易不行，刚有人还在交易这种东西。有啦，因为安怎？赔本生意没人做，杀头生意有人做。它一定比较便宜的，它一定那个成本比较低啊，就一定有人做。以早抓抓到中国的走私渔船，走私就有但是你至少法律明文禁止，就会减掉。今卖臭氧已经报等了。这是有机会复原的。第二个讲到温室效应，温室效应，这温室效应咱第一个温室效应有两个议定书啦，上早签的是京都议定书啦，后来签巴黎协议啦，就是控制排碳因为咱知影全球暖化，咱之前讲过啊，全球暖化会造成什么影响？海平面上升嘛，还有温度的改变，物种会迁移嘛，所以咱天气愈来愈热，咱一寡热带像迄蠓仔虫，
传染病，伊跟着北哦，啊，咱人伫遮，本正咱袂着迄种病哦，足严重哦。各地方有各地方的微生物、昆虫、细菌传染病。有当时你伫遐大个人吼，你自细汉产生抗体啊，啊，毋过吼你忽然间为外地到遐，还是即个物件为外地刷落来，你去钓着吼，我来讲，迄做假的。你没有接受过这个抗体，跟那个地方人就不一样啊。所以伊的物种迁移，伊的蚊虫啊、微生物对个迁移到你家来，你无接触过伊，你会看袂晓做严重，包括生态规个拢受影响啦，所以其实恁理化学会能源咱地球上的能源拢为对啦，追溯到最起源都是什么？绝大部分拢是太阳能。我讲绝大部分，我没有全部。哪些东西不是？放射性能源。放射性物质也能源是不是来自太阳？石油的能源是不是来自太阳？石油是依赖生物啊，依赖生物的大汉的迄个光合作用的啥，迄拢是太阳来的啊。所以咱进烧石油、烧煤炭，就是把储存了几亿年的太阳能释放出来，在短时间内释放出来，所以它会造成这个温室效应较严重。当然嘛有一派的说法，你会晓看课本出来了，毋过后壁佫有做出来内容的。你看到140页吼，有一派科学家说，人类活动不是温室的根源，太阳活动还是，所以我们做这些努力是没有用的，它本来就会一直暖化下去。有一派科学家说法是这样啊，只是咱即摆大部分讲法嘛。是讲甲咱的二氧化碳小烷的生成有关联。好，我要来讲一个，这二氧化温室效应，包括火灾增加暖化变迁影响，这大家讲过啊。来，咱现后边我要介绍一个名词，152页 SDGs。来，知道一下这个是什么？联合国制定17项永续发展目标。简单来讲，就是我们现在的人类，为了后代子孙，或者为了全人类不要说后代，现在的全人类，为了生存，希望活得更好，努力的目标。努力的目标。我常甲阮女儿讲你来一场人类历史你会发觉讲，我们现在短这样子，可以说40-50年安居乐业的状态，在人类的历史上是很难得的。整个人类的历史充满了战乱、颠沛流离、饥饿、死亡、疾病。我们生成这个，所以我觉得很多年轻人觉得说我本来就应该这样子，包括民主政治都一样。我们有现在这个是得之不易的，而且很容易失去。你爱有这个概念，很容易转眼间可能就没了。整个人类的历史被各种独裁者去引发的战争或者饥荒，然后导致这个因为生病还有疾病，什么天灾人祸啦，弄作可怜。即使现在整个世界上，我来讲，你这顿食了，你咋等的去顿伫遐，你比世界上90%的人还富有，你相不相信？
有8、9成人这一顿吃完不知道下一顿在哪里，所以要珍惜现在的，不要视为理所当然。联合国制定的，伊这边来讲，第7项，但是咱拢甲比如一下啦吼。第1，消除贫穷；第2，终结饥饿。这你讲这是废话，我有钱我可袂捌做腰啊。这讲起来有一点关联性啊，但是嘛无一定啊。来第3，健康与福祉。你讲我袂枵我就健康啊，我拢食袂饱，我想要健康。第4，优质教育。教育是很重要的。咱爱有教育，咱知影讲，就像我甲你讲的，咱知影讲环境保护的重要，咱知影莫破坏那个。以早掠鱼的人拢会教育呢下一代讲，你的希望爱用较大空的，互迄细只鱼仔过，你才会永续发展。结果咱进颠倒病，用迄拖网鱼规个大小一网打尽，不留给后代，整个渔业枯竭。你的教育爱颠倒病啊，袂当，咱尽量扭转过来。第5，性别平等，性平嘛，这辅导中。第6，净水与卫生。你看你看起来净水与卫生这是什么？对于尤其像非洲很多地方它没有干净的水喝所以卫生很差你看过非洲迄种无迄囡仔食哪大拢大腹肚。迄内底用寄生虫啊！非洲小孩肚子那么大，里面全是寄生虫所以咱这卫生到这种程度已经是世界上很顶尖的地步了。第7个，可负担的永续能源，咱爱开发新能源这爱看科学家的拍拼第8，就业与经济成长；第9，永续工业与基础建设；第10，消弭不平等。这包括他们种族歧视啦，除了头前的性别歧视，包括种族歧视等等，这个贫富差距，这个都是不平等。来，永续城乡，责任消费与生产。你卖物件，你要有责任，你唔通安怎讲到这我爱甲大家讲，你食的物件你若看到 made in China 你最好不要下肚不然你就会尝到那个中国的科技冷漠。你想买？水都有科技。超爱，魔芋爽是？有够难吃。中华家人他来，迄菜会当做弹跳球的爱个迄以前我看影片咧讲迄装卡客人迄食了迄骨啊，饲猪装卡饲猪的骨啊，收骨啊要创啥？再制猪肋排。迄真正有人翕个影片迄毋知啥物材料骨仔起来一支一支安尼真济安尼插落，用好规地猪肋排，变色好。迄装卡食迄真正因为家己饲的，但是去咧都市就是安尼。来，气候行动这有关系，永续海洋与保育这甲地科有关系。陆域生态制度的正义与和平，永续发展伙伴关系。这就是来知影是 SDGs。咱今日讲来讲。